在台湾民主运动历史当中，参像张灿宏等这些参与者，因为拢住伫台南市民权路，所以这嘛被称作台独家。对此，台南市长参选人上访的竞选办公室设伫上马新纪念馆，嘛伫8月2日之天挂满新国家新宪法。梦想台湾国定彩旗，盛大举办平反228挂牌台独家1号。会中有退休的牧师，有电台主持人，有赞助台独旗的乡亲，大家拢做伙伫门牌顶面签名。团队强调，今日无贵宾，所有来台湾人上大，由参选人尚玉峰甲前建国党主席郑邦定共同揭牌，来献护为台湾民主牺牲的历史。是为台湾人而接的，因为100年前大家就是缺这一步，75年前其实就像现在香港的时代革命一样，大家也缺这一步，但是后来就228，后来就白色恐怖，后来就变成了绿色革命，然后现在又进行到一种很无力感的恐怖，所以我是为大家而接，我其实觉得我的负担很重。我没有开心，我只有觉得无力者就像我一样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女人，但是我们却要站到台面上去面对所有人，去做这件事情。我只能觉得我很勇敢，也谢谢大家陪我一起勇敢，我们一起为台湾的新宪法跟新国家一起来努力。今日听到讲，为着这个228，为着台湾独立，为着民权路要成做台独家，这是非常使人有精神的一个话题。咱唔通想讲，拄啊讲男人干大事，女人做小事。我想这句话呢是爱甲228的平反同款，爱颠倒转来讲，1箍唔是100箍的囝，1箍是100箍的老爸，有1箍扣做伙，才会生出100箍，100箍是扣1箍生出来，所以咱台南就是这个西拉雅的族群的地区，西拉雅的妇女因有一句话，讲迄查甫人粗骹动手，正经重要的代志，哪通互因决定啊？这句话会当来成做。拄则这个上小姐候选人，伊的话会注解，男人干大事，拢咧创选票，真正咧顾命根呢，实在是咱的妇女。上访也未接受采访进前，就真激动。伊讲查某人要做小代志，查甫人要干大代志，来讽刺男性政治人物并选举越来越去。伊要做的是抢救七股气温，专业都市规划等认同土地代志。其中出名的光雕艺术家陈永成嘛，因为认同台湾有强烈的使命感，所以协助义务完成这件平反228的动态作品。大家都说228，那今天是822，所以我们有一个艺术家特别贡献了他的智慧，他是一个会旋转的公共艺术，欢迎大家来转228。从今天822，我们把它转成228，让大家重新再去了解228。他们不是受难者，他们其实是很有意思，要牺牲一切来为了台湾，就是台湾的民族。已经花3档的台独家参选人用挂牌、用具体行动要号召支持台独的民众拢站出来。会中总统府主政姚嘉文嘛以录影方式来小听。竞选团队表示，只要你认同台独家的门牌，欢迎自由乐观，寄地址来上马新纪念馆，拢会替你定做。希望台独理念遍地开花。台南新闻军纪林根采访报道。